强的家人们大家平安。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神。那我们先花一点的时间来向我们的上主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保守我们在聚会过程中，或敬拜，甚至牧师分享的时候，都与你同在，与恩惠随着我们同在。你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会友当中，你心中点燃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一个热情的火星，降在我们身上，保守我们能够成为别人喜乐以及祝福在每个人身上。把何等的祷告、何等的全能放在你心中。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你的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用这首美妙诗歌，主你是我的平安。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这时候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来敬拜我们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你是磐石，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主耶稣，我心里不恐惧，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再心里不恐惧，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不像世界给的。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不像世界给的，不像世界给的。
石，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们来唱，你是我磐石，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你是磐石，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我们要全心来敬拜你，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主，你是我们的平安，更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宣告一切的困难都一定要倒下。这时候，我们一起用掌声继续来荣耀我们的神。一路上虽有荆棘，却看见应许之地。我们呼喊你的爱，迎接最终的胜利。当包围，当惧怕包围我心，夏夜里隔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就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巨人都要倒下，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征途中仍有盼望，全都因为你的爱。这是我一生的诗歌。哈利路亚！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没有更高，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哈利路亚！
让我们继续用诗歌来热情的敬拜我们神。哈利路亚！我的盼望，我们知道上帝是蛮有能力的上帝。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地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活水涌涌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地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们再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涌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里面的，比地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们在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涌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比地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在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涌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在里面活着，我们就能勇敢站立，靠着信心迈向前面的脚步。主，我们是你宝贝的儿女，所以在主你的圣日，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将我们一切的心事讲给上帝父你听。我们要向你求，从你得着新的能力、新的力量，来面对世界的挑战。主，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珍惜每一次跟你在圣殿跟你见面的机会。我们用诗歌敬拜你，我们用祷告来呈现我们的恳求，也在你面前求你赐下你天上的恩典，让我们有力量来超越每一次的挑战。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里面一切的罪债、一切的重担都完全的卸除。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荣耀充满在
这个圣殿。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属灵的觉醒，看见神的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当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哈，我们要来祈念尼西亚信经，这是要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同心来读。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时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真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彼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3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承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公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我们请坐。我们也给我们这一群新世代的敬拜团一个热烈的掌声，来让我们鼓励。哈利路亚。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处：罗马书1章19到20节，以弗所书2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攻读。因为关于他的事，人可以知道的，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他们眼前，是上帝亲自向他们显明的。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其实从创世以来都看得见，是由他所造的万物来辨认出来的，所以人没有什么借口。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女诗班献诗的歌曲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献诗完，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夏牧师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信心、看见与得着。
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谢谢女诗班唱这一首美好的诗歌哈，带我们一起敬拜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你们有没有看到今天的礼拜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小小的不一样哈？我们今天有我们的有没有看到灯光了？不错，真的是灯光。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女执事，我们秋萍执事来诗会，还有一群唱出美丽歌声的女诗班来献诗。请问里面有没有什么发觉？有感动。也不是说很刻意啦，但是特别安排，是因为这个主日是我们总会所设立的妇女主日、妇女事工主日所以呢，我们给隔壁祝姐妹说祝你妇女节快乐，好不好？好，给我们隔壁祝一下。这个是真心诚意的哈，我们的姐妹哈。真的是撑起，不是撑起半边天是撑起2/3的天，为什么呢？我们教会虽然没有妇女团契，以前组织妇女团契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侍奉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富强教会在20-20年前，我们就把妇女团契不是解散了，是转型成小组了哈。那今天我们也是纪念妇女主日，所以我们就在周报报了一个总会的妇女事工的报告，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教会很注重姐妹妇女。那其实我们教会呢，很值得肯定的哈。今天除了应景的我们的女执事、我们的女诗班来侍奉以外哈。我们前2天，我们教会小组长举行一个退休会，那当中我们有我们的硕荣长老呢，他特别整理来报告我们去年我们教会这个兄弟姐妹参加小组事工的一些概况哈。在统计问卷当中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教会呢，兄弟姐妹跟姐妹他们的比例跟服事。就是姐妹是60%，我们的兄弟是4%。那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都要跟这些姐妹说谢谢你啦，辛苦你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有女诗班，我们有女执事来诗会，等于是象征了哈，说我们教会很看重我们姐妹的服事，我们也确实是如此哈。那现在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做祷告，我们再来一起分享。现在父神感谢你，就今天妇女主日，我们看见有教会在女姐妹一起做服事，有美好的服事，我们献上满满的感谢。因为我们今天的聚会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似乎这些姐妹、这些妇女，她们在生命当中，她们在工作、家庭以及她们的生活服事，都有神特别满满的恩典在她们身上。我们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看见神的话语是满满的力量以及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应该是这两三个礼拜牧师在分享当中，要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叫信心信心的主题。那你们一定会知道说，牧师，我们这个基督徒信心就是我们平常很重要的功课没错，就是因为很重要，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饭一样，我们要有营养一样，我们要随时去补充，我们随时要去提醒，我们随时要去补足这个信心在我们身上的功课那我们的题目叫做看见与得着。那你一定会想说这个我们从基础信仰就了解信心是看不见的，怎么会看见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引起话题啦引起这个话题，为什么信心是看见？我们刚刚不是有一起同心来念这个尼西亚信经吗？你知道吗？
尼西亚信经，今年刚好是这个通过，就是定了这个尼西亚信经，刚好今年是1700年，你看多久？1700哦，不是170年了，是1700年，就在主后325年，经由当时的以地中海为主全地区的教会那些领导者一起来审核，说我们到底信的神是什么样，就把他们的信仰告白一段一段的把它写下来。你如果跟那个使徒信经对照起来是类似，对不对？但是它的文字是比较细的，文字是内容是比较仔细的，那些都是有历史背景的哦，不是想到就写讲什么，想到就讲什么。因为信经就是短又明确，因为那个时候尼西亚信经的成立是因为要面对当时初代教会很多异端，很多人在怀疑耶稣是不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不是有神性，还怀疑说圣灵到底是三位一体呢，还是不是？就是那个历史背景之下所成立的，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正式大家都承认通过了，全世界的教会，使徒信经还没有哦，使徒信经因为那个是自然形成的嘛，反正这是开会通过的，是尼西亚信经，今年刚好1700年。好，那我讲这个是一个开头啦，我的意思是说，刚刚我们在一起念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帝所创的，它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一切看得见跟看不见的，都是神所创造的”。为什么你会接受说你看不见，我为什么要承认呢？因为我们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科学的看见，就是人的肉眼，它只能看见一部分，那其他的是因为我确信它存在。就像几年前，台湾不是流行了新冠疫情嘛，为什么大家都很乖乖的把口罩戴起来？大家乖乖的说不能出门，乖不能到公共场所，因为你知道那看不见的病毒啊，它确实会感染啊，甚至是生命危险哦。说换句话说，我们很多实际的体验知道那些看不见的可能更厉害。那信心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课题，所以牧师用看见跟得着，等于复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信仰上能够更明确。其实不只是你自己明白你的信仰是那看不见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把那个看不见的信仰那么坚固，而且还能够影响到你隔壁、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家人，那这个才是关键哈。我们说信心看见，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很熟悉，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他这句话这么说，他说：“信是所望的事的实底，信是所盼望的事，它的实底。你盼望什么？是空的吗？它的实底是因为信心。还有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的看不见的，但是它有确据，那是纯从信心而来。好，所以一两个这个主题跟信心有关。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了，我们等一下会做复习哈。那有几个角度，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信心。第一个是，你用信心来连接上帝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基础。那怎么连接呢？首先就是以信心来遇见创造的主。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你圣经没有读过嘛，你也没有信耶稣。第一个是你接触的这个大自然这个世界，就是你跟神遇见的第一段。你这2、3天如果有外出旅游，你会发现说这个美丽的世界，樱花开得满满的哈，很多人都要去排队要看樱花。为什么樱花会在这个时间出现？这是谁告诉他的？谁发布命令说樱花开，那就开？没有。那
你是一个敏锐的人，你知道说这个大自然太美妙了哈。但是记得，圣经记载我们应当相信的对象。那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据，但是其实是很多外界的东西也在证明我们的神。所以除了圣经以外，上帝也透过大自然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了经文哈，1章19节罗马书，他说人可以知道的，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他们眼前，是上帝亲自他们显明的。哎，上帝有显明啊，你又说看不见，那问题来了。其实我们知道传福音很困难，就是在这卡在这里，对不对？明明有，但是我又不能拿出什么证据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动工，就是让我说啊，对了，我信他就有了。但是我看见了再信的，那是一个比较 low 的部分，因为很多事情是看不见的，那是更珍贵、更真实。所以我们再看第2节就更清楚了，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他说罗马书1章20节说，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看不见的特性哦，反而是神大能和神性。他说，其实从创世以来都看得见。哎，看不见又看得见，为什么？他说由他所造的万物来辨认出来。记得哈，万物都在见证神是真实的，是他创造的。他说这样就没有人没有借口。换句话说，你把大自然的知识，特别是天文地理这些事情，来印证到你的信仰，你会发现说，哇，真的是无可推诿啊！和合本圣经是说无可推，人没有借口，就是没有推诿哈。所以这个关键是在于你的心接受了，你就看见了。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他说有一位旅行家，他就是一个算是冒险家了哈。他经过撒哈拉沙漠，好了，撒哈拉沙漠就是世界最大的沙漠，那当然是一定要有备而来，不能随便乱逛。昨天呢，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我们的品成跟佳音的婚礼，哇，他们很厉害呢，就安排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是是在安平。昨天是连续假，哇，不得了。整个安平路到处都塞车，所以我跟瑞平牧师说，我们想好了，我们从小组长的退休会赶回来，那如果开车过去一定被塞在车阵里面，所以我们就骑机车绕，沿路牧师平常很少在假日去到那个闹区不得了，看到很多排队名店，真的是排队。弯来弯去，弯来像一条蛇一样国华街啦，还有民生路那边一大堆人在排队，因为大家想要逛街吃美食。我就说，像这种的旅游这个很轻省有好吃的，有好玩的那台南听说是靠这个来刺激我们的经济的特别是在中西区那边那个老街这个是好玩的大家一起休闲嘛，不错。但是这个旅行家的旅行就不一样，那么叫壮游，对不对？有没有听过壮游？有人一生想要存很多钱，就是去到非洲去走一趟去非洲走，要去看见那个完全跟你的世界完全不相关的东西，会刺激你。我说这个旅行家呢，真的是派的一队骆驼队，还有非常有经验的导游带领他去越过这个撒哈拉沙漠，想要去体验这个漂亮的很跟一般我们看见的世界不一样的。那好了，经过很疲累，走到一个有绿洲，就是绿洲我们知道在沙漠很重要，有一点水有一些绿色的植物，那就在那边扎营了，要休息了。等大家勉强就是物资都当然不是很充裕就是勉强吃饱了，晚上星空出现了就想要去睡觉了。然后他这个旅行家就看到那个导游还没睡，在外面的沙上望着星空，就在祷告，在做祷告。
他说旅行家也看起来闲来无事啊，很无聊啊。他就跟他问说：“哎，你到底跟谁祷告？”他说：“我在跟上帝祷告。”这旅行家就有一点好笑，说：“哎呀，你说祷告啊，这个天上都是星星，哪里有上帝啊？你看见神了吗？”这个导游很坦白说：“没有，我没看见。”他说没有看见。然后这个旅行家好像故意要跟他斗嘴，他就说：“那么你能知道上帝是不是存在呢？你有什么逻辑可以告诉我上帝是存在的？跟我说明。”哇，一讲这个旅游的导游他说问倒了，他无言以对。哇，这个旅行家一看到说这个导游讲不出来，哇，就开始得意洋洋的讲，他说：“哎呀，告诉你，这个世上根本没有神呢、你出来带领我出来旅游，还不是我钱出给你，你才有办法出来吗？哪里有上帝啊？万事都是偶然发生的。所谓掌管一切的神，不过是像你们这种软弱又没有学问的人，为了心灵的依靠才想出来的虚像罢了。”这样子，哇，讲得很不客气哈。好像我这种有学问、有智慧的人呢，根本不会盲目相信神的存在。你不要胡思乱想哈。台语有一句话说：“较早困较安呐，较早困较有名呐。”不要那边有诶无诶，空思妄想了安尼。好了，你说这个旅行家讲的又不是没有道理啊。他真的祷告没有看到上帝啊，他就给他改亏就对了哈。然后说完之后，这个导游这个旅行家就进帐篷睡觉了哈。那导游突然间被问的主啊，他平常是他的祷告是他的平常生活的一部分，突然间被问倒了，他也觉得糟糕，他怎么问我回答不出来呢？那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怎么回答他才是正确的呢？”反复思想，他坐在那边，突然间灵光一闪，说：“有了。”他没有，因为他不会跑去帐篷跟他对话了，也跟他辩论，没有，他就立刻起来，骑着他们的骆驼，开始绕着这个旅行家的帐篷一直绕，绕了几十圈呢，把那个帐篷的附近踏的脚印都踏了一大堆，比那个耶利哥绕7圈还多好，他绕完了，他就去睡觉了。然后这个旅行家早上一起床，看到那个又多又乱的骆驼脚印，就跟那个导员说：“你昨天是不是没有把骆驼的那个绳子绑好？”导游回答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在里面睡觉，你怎么知道骆驼没绑好？你看到骆驼跑来跑去吗？”那旅行说：“没有啦，我没看到啦。”但是他反驳他说：“你真的没看到吗？你看，我相信骆驼一定没绑好。你看，沙上到处都是骆驼的脚印，一定是你把绳子绑松了，松掉还会跑来跑去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旅行家就露出他问这个问题很奇怪就哈哈大笑。他就说：“你说我没有看见，明明脚印一大堆都是了，很乱的脚印，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我就清楚，因为昨天晚上就沙沙沙的声音，还有一大堆骆驼的脚印。哇，他确实骆驼有在跑来跑去啊。”然后这个导游突然间看到了，说：“这个就是我要的答案。”他说：“你在帐篷里面睡觉，你有没有看到骆驼跑来跑去？但是为什么相信骆驼会跑？因为你看到那个脚印。好啦，你说上帝看不见，但是请你看灿烂的阳光和美丽的沙漠，请你看看附近那个绿洲涌出来的水，你看这些青绿的树，听听这所有的鸟叫声，还有你看看这个沙漠里面难得长出来的花，请问这些是不是上帝的脚印？”哇！
他说：“你没有亲眼看见骆驼在帐篷跑来跑去，只看到骆驼的脚印，你就相信昨天晚上确实骆驼跑来跑去。那虽然看不见创造宇宙的真神，但是却看见了神所留下的这些美丽的证据。为何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你可以相信骆驼的脚印，为什么不看见这么美丽的世界？这井然有序的星空，难道这个就不是神留下的证据给你看吗？所以这个经文就是在回应我们说，上帝的看不见的特性，他的大能，从创世以来其实是看得见的，因为他借由万物来让我们辨认出来。那所以问题就在于说，有的人他的属灵境界没到那边，他就一直活着，但是都在享受上帝创造的美丽的世界。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第一步，你要先从你看得见的、观察到的自然世界，去看见神美丽的创造，去印证神的同在，印证神的存在。第二个，我们基督徒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教会了，进入到这个信仰，我们最大的根据是因为我们以信心来遇见这个灵魂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约翰1章18节这样清楚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又讲一次了，没有人看见哦，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印证神的存在，因为主耶稣让我们做到这些事情。我们透过主耶稣听见上帝的声音，透过他接触了上帝，透过他跟神与上帝同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这位活着的上帝。重点在于，我们基督徒已经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这段话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舍身流血，借此付上代价，他的救赎恩典打动了我们的心。”所以这个都是看不见，要不然就历史久远。但是因为你的信，把这样的救恩拉到你的信里面，因为我们人为什么需要相信呢？起先呢，亚当跟夏娃是直接可以跟神面对面的，没有阻隔的，可以通对话的，是看得见神的。但是圣经有记载说，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跟上帝之间就被罪阻隔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那边去，神也没办法靠近我们，我们就无法再经历亚当夏娃他们在当时在伊甸园可以跟上帝互通有无。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以他的宝血把我们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或是把那个深沟把它填满，把隔断的墙来打破了，拆毁了。所以基督徒的第二个脚步，就是我们确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信心依靠这位拯救的上帝。而且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升天了，他差了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是最后上帝差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借着祷告来到跟上帝的宝座前。所以问题就关键在这里，上帝的大自然，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圣灵的同在，所以让这些相信的人，他不只是相信感受，而是你亲自看见。这个信仰是看得见的，因为圣灵用美好的事情来表达出来。我们现在我们的代祷团队一直在征求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能够写见证。好，我们要出第2集的祷告的书，请记得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写，不论是故事多精彩，他的根据就是信。因为我信神的应许，我信神的拯救，我信神的医治，我信神的供应。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因为你信，所以神就给你了，神就给你了。所以呢，弟兄姐妹，圣灵跟我们同在，这一些祷告的树的所有的见证都是围绕这个信心。那我们从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看得见的圣经。第3个步就是以信心来遇见人生的标准，就是信圣经。我们要感谢神，上帝以圣经作为礼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话来聆听他的声音，跟他交通，进而认识我们的主，而且我们才有一个活泼的信心，一个健康的信心，不是一个被迫的，或是勉为其难的，或是很委屈的信心，是你明明白白，这个信是我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从圣经呢？我们常说相信，相信就是承认上帝的话，对不对？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有一点虚空了，虚无缥缈。我们说好像像空气打拳一样，没有扎实。但是因为圣经让我们确信，而且圣经所讲的话都一一在历史呈现出来，包括先知的预言、主耶稣的教导、他的拯救，让我们从这边去看见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所以我们基督徒把圣经说当成我们的灵粮，是因为我们是要像在吃我们健康的食物，对不对？让我们身体有力量、有精神。那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借由天上的粮食来补足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耶稣很明确的对魔鬼在引诱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语。魔鬼看见耶稣在试探的时候，肚子饿得不得了，说你能够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啊？你有这个能力啊？那是一个试探。耶稣说，其实人不只是靠面包，面包固然是物质的，我们肉体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百姓同样经历到这2个截然不同的这一个境界。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虽然是奴隶，没有自由，但至少他可以靠自己的劳力去种田啦，去种麦子啦，去养牲畜啦，让他们能够温饱。看起来是很美好，但是为什么他们要离开？而且他们出埃及，经历了过红海，一到旷野去了。原来勉强流汗流泪种的这些五谷没有办法，因为在旷野里面没有可以耕种的东西，而且你一天天漂流，你怎么可能把食物带着走呢？把那个谷物带着走呢？问题来了，在埃及的时候可以享受至少温饱，但是出旷野到旷野来，我们说他们就是要靠上帝的话才能生存。那你说上帝的话什么可以吃的吗？他们一借着信心呢，然后向上帝祈求说：上帝，你既然带我们出来，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我们要怎么办？神就赐给他们什么可以吃？玛纳可以吃，而且还有肉可以吃。什么肉？鹌鹑的肉。神特别在那个旷野，在磐石当中有泉水出来。当然，如果这些东西要跟我们现在大鱼大肉来讲，当然不可比。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百姓靠着信心走出埃及，然后进到旷野，但再来他们就不能靠自己的劳力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都没办法啦。但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信心，依靠上帝的能力，是因为他们这样才能够度过这40年旷野漂流的生活。所以圣经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所以我们教会呢，我有一个很大值得感恩的事是，我们教会参与读经、背金句、抄圣经的比例很高很高哎。我们的这2天我们不是举行小组长的灵修会吗？退休会。那我们在分享见证的时候，有小组长说：哇，真特别感恩，因为我们的小组员参加读经、背金句，还有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的比例好高好高。
他觉得这些组员他们已经亲自感受到，享受神的粮食、天上的粮食是多么的宝贝。就像耶稣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所以，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成为信心的根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不厌其烦的一直邀请、鼓励大家信徒来扎根在神的话语上，然后按着圣经的教训，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所以，我们就看到，同样是罗马书10章16到17节这样提的。这个信心说是神的赏赐，不是你真的哇，你很厉害，是神给你信心哦。他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道，所传有谁信呢？”可见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信了这个，他说我所传的有谁信？因为就是他看不见嘛。但是因为你听得到，而且听基督的话，你就会产生信心。这是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因为我信道，因为我听得到，因为我相信主耶稣的道。所以基督徒在借着这3个段落，我们说从大自然，从耶稣基督，从主的这个话语从这个圣经，我们就经历到神是确确实实真的神。那其实我们还遇到一些要克服的。你说我知道了，但是有很多挑战要克服。就是说，信心是看得见与得着的，但是你必须要通过这个恩典的信心的条件。首先，刚刚我们提起到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是可以跟神直接沟通的，但是因为罪把他阻隔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基督徒要常常去审视自己啦，我们的信心好像一个视力一个视力到底够不够明确？因为受罪恶病毒感染的亚当被上帝弃绝了，所以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的人类也丧失了那个叫做信心的视力信心的视力，甚至有一种描述说，我们有时候信心的视力退化到看不清、全盲的程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厘清，找到恩典的捷径，就是迅速的恢复信心的视力。牧师到这个年纪就经历到了。我记得在几年前牧师的眼睛开始白内障更明显。当时突然间在讲台，我在这边讲到我看前面的那个监视的荧幕的字看不清楚，那时候就很紧张，说那怎么办？要多背一下，要不然就把我的讲稿那个字印的大大的字你们现在年轻人看12号字就很大了，对不对？牧师那个时候弄到18号才看得见，不然怕看错了。所以赶快那个时候就赶快去买了一个平板，因为平板它可以把字放大嘛，对不对？所以一边看那边一边看这边。所以用这种方式，后来感谢主就是很顺利把那个白内障手术了，就恢复了。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现在年龄层越来越年轻更早就开始要白内障要手术了。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开完白内障要戴黑的眼镜因为怕太亮那我们常常会很小心在处理我们的眼睛的视力，但其实有时候信心呢，就好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有白内障，但是也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因为视力用太久了，就近视啦，哇，有的900度、1000度都有，重度近视，那你要赶快去调整你的视力，因为你这样才能够生活很正常。那基督徒更重要的是要审视你的信心的眼睛，到底你看不看得见？我们现在手机用的那么普遍，大家很会拍照，手机拿出来就拍。哇，有时候你买手机，其中一个关键是这个手机我的镜头够不够
够不够焦距好不好？好，有时候它的价格就是在这边呢。那所以意思是说，如果突然间还抢着拍，哇，那个照片，电子照片就模糊了，看不清楚了啊。有时候可以后置的把它对焦，但是有的就没办法。那我们基督徒就常常要去审视你自己的视力是不是很清楚、很清晰，看不看得见。所以为什么会说看呢？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看来做信心的比喻，所以我们以信心的眼目来看环境，才能看见上帝和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而且见证他的话语。不是用肉体的眼睛，而是靠信心的视力，看见神这个背后或是隐藏或是肉眼看不见的那个能力，一直跟你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我们审视说，从大自然、从耶稣基督、从圣经，让我们得到这个信心。但是你常常会碰到这个属灵的视力看不见。另外一个，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信心是属于一种选择啦，一种选择的领域。圣经提到说，信心在于我们的选择。上帝也按照个人的信心赏赐他的大跟小。有的被神所重用历练，哇，他经历到一切艰难的挑战，但是他仍然信心存在。有人就像耶稣讲的，哎呀，你是个小信的人，因为我们信心很脆弱，一小小挫折就开始埋怨神了。对，你不要责怪自己啦，因为圣经有提到说，上帝是按照个人你的承受、你的恩典，是你信心大小。这段经文跟我们这样讲，他说：凭着上帝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要对你们各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们信心来衡量自己。是的，有的人是信心的伟人。我们看看在历史上很多信心的伟人，像乔治·穆勒，在经营孤儿院，今天中午没饭吃了，他还是充满着信心。因为神要供应。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离开他的家乡，往一个未知的地方去。但是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要求你的境界那么高，但是求神给你信心的大小。我们就跟神说：神啊，我可能会遇到挑战，但求你给我更大的信心，因为信心的背后就是赏赐嘛，信心的后面就是得着嘛。好，所以第二个，我们常常要审视自己的，就是基督徒的信心常常靠上帝的话，要勇敢冒险，勇敢的冒险，勇敢踏出那个未知的脚步。其实我们人生很多人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成功，这个人为什么他的事业做得那么好？其实他不是说前面已经把你摆好了，哇，做这个生意一定会赚钱，没有人的，没有这种的啦。是因为你勇敢踏出那一步，你会审视这个环境，觉得这一种产品或是这一种生意是可以做的，但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你要勇敢踏出去，然后用你的努力去把它实现。信心也是这样子，常常是一种冒险，因为前面是未知的世界。我们要最后举出两个例子，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是大卫跟彼得。好，旧约的大卫王，还有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们就是一个勇敢做信心冒险的人。我们都知道，大卫跟以色列的敌人歌利亚对战，那从那个战力的评估，从那个力气的大小，完全大卫就不可能啊。就像我们的棒球队我们现在打得不错，对不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评估说，中华队一定是不堪一击了大家对他们没什么信心，而且都是年轻的选手。其实从一些客观的数据，大卫跟歌利亚根本是不对等的。但是为什么大卫敢踏出这一步？那就是一个冒险。冒险不是盲目的冒险，是因为他从他生活经验当中已经经历到上帝的应许，他知道在这个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他踏出这一步是何等重要。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说，好，我们的台湾队
跟外国比赛，人家评估说你可能会输，但是我们最后赢啊。当时的扫罗王所带领的以色列军队也不是弱骂咖呢，不是，也是常常能征善战的人。但是因为遇到这个更强的敌人歌利亚，他们就退缩了，都躲到后面去了，大家都不敢出战。所以歌利亚还在那边叫战说：“哎，你们都是骂咖，你们都不敢出来，谁要跟我单挑？”但是大卫走出来了，当然他是环顾了他们的国家，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整个士气都被打垮，他们的国家就没了。他再怎么努力牧羊都没有用了，所以呢，他抓出来是因为他平常就已经经历到这个信心。他在跟扫罗王讲说，平常我在牧羊的时候，一些野兽过来，我就勇敢跟他们征战。我已经经历了好多次这个信心的功课，所以野兽我都打得赢。同样的，这个可怕的敌人，我靠信心也能够打得赢。因为你平常一直在经历信心嘛，不是突然间信心跑出来那么厉害，是因为你经历到。所以大卫跟以色列的敌人歌利亚，他勇敢踏出来，到最后打败这个巨人。这圣经常常是一个很激励我们的故事嘛。但是谁能够证明你这个年轻小伙子可以打败这个能征善战、高大强壮的歌利亚呢？另外故事是我们也很清楚，彼得他说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一条鱼，就在凌晨的时候在船上洗网。那个时候耶稣因为有一群人跟着他，他想要找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来给他们好好讲天国的道理。我们今天礼拜堂设计的那么好，你看牧师站在这边，大家没有死角可以看到牧师，而且还现在又增加灯光看得更清楚。但耶稣那个时代，野外就是看台啦，所以耶稣就请彼得船借给他踏到船上，然后稍微移开一点点，让四周的群众都看得见在海上的耶稣好好的讲天国的道理。然后借完了，耶稣讲完了信息，那个时候太阳刚好照在天上，哇，非常的炎热，也是很亮。这个时候都是渔夫休息的时候，晒网的时候，但是竟然耶稣说：“你到水深之处把网下去打鱼。”好了，这个就是关键来这里了。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抓鱼，什么时候应该抓，什么时候应该休息，他说了如指掌。但是耶稣说：“你在这个不应该的时刻，你听我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因为按照当时他们的自然环境里面他们在捕鱼都用晚上，因为鱼在白天太阳照的时候，他们就沉到水深之处。第一个可能光线比较暗，第二个是他们在那边休息，因为没有那个鱼没有那个饵料可以吃嘛，因为没有那个食物可以吃，他要晚上才出来。所以彼得他们很经验用晚上来捕鱼。但耶稣反其道而行，叫他们到水深之处。然后圣经就是这样讲，彼得他就跟耶稣说：“我们一夜打鱼没有收获，但是因着你的话，我就按照你的话去做，就开到水深之处。”圣经就记载说，他们捕了好多的鱼，渔网都快破掉了。大卫或是彼得，他们都是一个做信心冒险的人。弟兄姐妹，神要赐给我们，从来不是说你待在那边我就给你，而是因为你勇敢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你勇敢的选择，你勇敢的承接，然后你勇敢的冒险。感谢主，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人有多有能力，好像你是主导性，上帝是配搭的，不是啊，是上帝给你信心，上帝给你用这样的证明你这个信心是正确的。所以
今天我们读了第二段经文，以弗所书2章8节，他说：“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然后凭信心而得救的，是神爱你，神祝福你，你才有这个恩典哦。”他说第二句更清楚，他说：“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赐，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是上帝给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既然是上帝的恩典，你更大的恩典是说，神啊，你让我有这个认识你，得到这个信仰，你给我更大的信心，因为我不是靠行为，你这个祝福跟恩赐是你给我的，所以我就勇敢的选择，我勇敢的冒险。基督徒常常精彩的见证故事都是从这边出来的。你是要做一个平庸、完全没有任何举动，或是没有任何神的作为的一个基督徒呢？还是天天在经历一个冒险的旅程，但是也是经历一个虽然是惊涛骇浪，不然就是很多的不可确定，但是神的供应就一直来。神要给你这样的信心，你要跟神求说：神啊，你按照你的恩赐给我更大的信心。不是自己有能力选择，而是神要给你，因为他看个人的特质。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份证。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份证很重要现在各自都不能随便泄露的，而且我们的护照更重要，你出国没有护照就不能回来。而且护照在世界的排行榜是前几名的，因为我们的护照很好用，很多人要抢着要偷你的护照，要去变造。那我们还看到他说，我们台湾人有双重国籍的，你如果是行政官员，你是公务员，有时候你不能拥有别国的国籍，为什么？因为要证明你对这个国家很忠诚，所以信心就是基督徒的身份证。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其实有很多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了，他不信他不信神的，你知道吗？你说怎么那么可能？因为他遇到很多事情，他都靠自己，不靠上帝。所以表面上他自己自称是基督徒，但其实他行为、他的做法完全没有信心。完全没有这个信仰，那是真的很可悲了。这个信心，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一次小组聚会，有人就这样的见证，他说：基督徒不是一个名称，基督徒是人家看到你跟随耶稣基督，我才叫你叫做基督徒，不是你说我是基督就是是别人看见你这个见证才是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称说具有信心的人是义人，并且超乎我们所想的祝福给我们。期待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你我们都是成为信心之人，以上帝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你不只是看见，而且是真正的得着了。你说看见，但是没有收获，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空虚，是因为你亲自经历到每一个脚步，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神的恩典赐予。所以信心的功课是基督徒一生到死都要学习的功课，而且一直操练的功课。愿神给每一位你不只是看得见的信心，而且是得着的信心。接下来我们现在做祷告，然后我们要借由唱这一首诗歌回应诗，也一起来奉献，这样让我们时间更紧凑牧师要邀请大家来做回应的祷告。第一个，按照我们周报里面所填的这个大纲，你跟神祷告说：神啊，让我从大自然看见你，让我从耶稣基督的救恩看见你，让我从圣经的话语看见你，让我相信。相信是因为我不只是心里面的相信，而且是看得见的信心。第二个，你跟神祷告说：神啊，有可能我的信心的视力是退化的，求你让我能够更明确看见你，而且让我勇敢的选择，而且勇敢的踏出冒险的一步。
特别你跟神祷告说：神啊，让我这样的信心不止在我身上印证，而且我能够跟我的朋友、我的亲友、我的同事、我的同学，能够把这个信仰非常明确的表达出来，让他们也跟我一样看得见，也得着。第二个，我们一起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在这个连续假当中，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的是外出，有的是去探亲，有的是旅游。求主保守他们今天收假了，一切出入都平安。我们也求主保守在冬春交界的时候，很多人有肉体上的病痛、感冒或是肠病毒，求主亲自来医治，赐下平安。我们也为教会中有病痛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你所认识的、你所关心的弟兄姐妹，求主亲自医治他们。最后，我们为自己的家人来祷告，愿神让我们亲自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的家人更明确看见这个信心所带来的祝福。我们开口或是习惯自己静默的祷告，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求神，我们感谢在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求你赐下你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求你平安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成就你满满的祝福、恩典照顾。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信心的事力、信心的选择、信心的冒险，都能够得神的祝福。主要求你也亲自保守我们教会中病痛的弟兄姐妹，求你赐下你医治在我们当中，献上我们的满满的感谢，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让我们借由圣经的话语来审视我们的信心。主啊，信心不是一个对空气打拳，而是我们凭着信心，就是那个看不见的确据，也是未来之事的一个根据。神啊，求你让我们从大自然、从圣经、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看见神的应许，让我们勇敢的做选择，踏出信心的步伐，也让我们审视自己信心的势力是不是被软弱、被外界的干扰，以致看不见，让我们更清楚、更对焦、更明确神在我们当中施下的恩典。我们看到许多的见证人，因为他们的见证，让我们也同样的感受到，我也同样要成为见证人。愿神赐福在我们当中，在连续假当中，有的外出旅游，有的到回家探亲，求你保守大家出入都平安。明天新的一天，新的一周，让我们充满了活力跟健康，充满了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在职场、在生活、在工作都得蒙神的恩典。亲爱的父神，我们将教会中病痛的弟兄姐妹交托你，因为身体的病痛是我们生命生活上最大的一个障碍。求主让我们有靠信心得着医治，让我们重新恢复活力，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成为奔跑不厌倦，能够为主见证福音的勇士。神啊，求你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得蒙神的祝福跟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有一首诗歌叫做让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如果我们有同工有麦克风，也可以带着我们一起来唱。在一边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收奉献我们也把时间也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的秋萍执事。我们一边唱这首诗歌，一起来收奉献。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你的应许是我最信心，每个人中我经历神迹，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要伸长，你的心是像那穹苍，你的应许
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是我，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诗。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本月金句，我们一起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的最后面，我们一起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章35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司礼是张志奇执事，其他的侍奉请同工们自行注意。肢体交通第1点，本日为总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兄姐为本会妇女事工生命成长、委身跟服事来关心和代祷。第2点，小会报告，本会与上主日2月23召开2025年度定期会员和会，一切都是进行得很顺利，谢谢大家的参与。第3点，代祷团的消息。耶稣受难前40天连锁禁食祷告，3月10号开始，诚挚的邀请全教会的兄姐加入禁食祷告的行列，请大家到1楼的公布栏报名。第5点，本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到今天截止，凡符合申请资格者，向办公室索取表格。第6，我们今天要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祝每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主恩满意。第7点，其他的消息报告。第1点，3月23日主日第2堂礼拜后，在下午的1点30分，在2楼的会议室，请长老、执事及服事团队首长预备心参加。第2点，因为由于今天是228连假，所以爱心午餐我们暂停1次。门徒的培育事工与研习会的消息。第3点，2025年门训课程约翰福音书研读，在3月6号要开始上课，他在每周四的晚上6点半到9点，共计10周。我们欢迎兄姐踊跃的报名参加。牧区跟团契的消息，请自行参阅。关怀代祷事项，请大家持续为以下事项代祷。接下来，我们请夏牧师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叫做江正英弟兄在这边，哎，欢迎你，欢迎你来。江正英弟兄，欢迎你啊哈！他住在我们台南这边的中华路这边而已，欢迎你来参加哈！上帝祝福你。第2个，我们要问一下，昨天的新郎新娘，我们的允晨跟嘉音在哪边？有来吗？哎，在最后面哇，他们很客气，坐在这。
我们一个热烈掌声恭喜啊这对新人，哎，品成跟佳音。哇，昨天的婚礼哈，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我们以后要跟的不简单了。第一个在户外场地，第二个是气氛美、灯光佳哦，而且哇还有乐团呢。我们的青少年突然间以前的老提摩太突然间一票都出来了，哇，变成乐团。期待你们每一年都有好几次公演好了，不要婚礼才公演常常出来演唱我们的新的一代、新的团队能够成型了我们要谢谢品成，因为他们因为婚礼把一群人都召集起来最近可能一大票这个年纪的人都要成婚了我们希望呢他们能够带动我们新的一代新的一代年轻人我们也恭喜祝福品成跟佳音他们两位都是我们教会的青年求主赐福他们美好的婚姻。那牧师在做一个补充，还有包括投影片里面我们在投影片有看到这个我们约翰福音的研习会，我要请问我们的那个会籍执事，现在报名人数还够不够？对，人数还可以再报真的很宝贵。这个名教授他是国际有名的教授来到我们这边上课，你还不来？有的是从高雄跑过来，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跑过来我们在地的，你不选择，真的太可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50喜年的见证请大家一起踊跃投稿再来就是应该是看一般的投影片就好，同工请你用一般的那个礼拜程序就可以，我们加那个图片就好。另外一个档案不是这个，对，好，我们3月10号到48号4月18号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的耶稣受难前的这个连锁祷告那我们请大家踊跃去签名，因为10号快到了，下个礼拜就到了。那我们在招待桌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代祷资料，你要拿着比如说我礼拜3中午中餐我要祷告，我要根据这个祷告内容来做祷告，这个大家一个同心跟聚焦，每一餐都有不同的祷告内容所以这张你记得带着，如果要把它拍起来放在手机也可以这个图片就是在楼下1楼的木板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格让你填你哪一餐都可以。当然牧师堂会提起说，有人体质上不适合进食，因为有人血糖不够会不舒服。那你如果参与祷告，你还是要饮食没关系，重点是祷告但是进食是让你会觉得我为了这个祷告付上代价的一起来祷告。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因为快10号快到了再来就是我们门徒学校，刚刚硕宏长老跟我讲说，这个进阶班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太深了、太难了，都没有人敢报名人数不够就要消班了，怎么办？这不能办了所以一定要人数够我们才能开班。所以请大家小组长鼓励你的干部、你的同工，鼓励他去读，因为等于是礼拜日的第1堂参加这个课程，第2堂就来这边做礼拜，都不会影响到，而且你不用跑2趟来教会学习门徒学校，然后再做礼拜，请大家赶快报名可能有人客气，这个给我们的办公室登记就可以了再来有一个也是查经，我们的瑞平牧师主持的，我们也是从11号，刚好差了一天差了同一个礼拜，我们在礼拜2早上的10点礼拜3晚上的8点，我们要有加拉太书，这本书是比较章节比较少一点的，所以会更精细可以一起来查经，请大家踊跃来报名所以我们春天都有2个研习，一个是约翰福音，一个是我们的加拉太书好再补充报告一下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爱心午餐因为假日暂停嘛那心灵转角他们说为了
接待大家，他们第2堂还是有开放。如果你们觉得不赶快赶回家，到楼下喝个咖啡哈也可以哈。等一下我们要庆生会唱完祝生日快乐歌，然后再回家哈。好，那牧师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了。我们周报里面有写，就是我们这一次不是纪念228的和平日吗？那我们中会有办这个活动，第一个是我们在第7页有报告说电影欣赏有一个特别纪录片有电影欣赏，欢迎大家去参加。一个是下午的3点一场，晚上7点一场。还有另外一个新书发表会在做一个记录，说在中国那边的一个经济这个宗教状况那刚刚这个图片，牧师没有看，没有报告到。这个金虎头，这个是由亚东团契剧团要在3月22号来我们这边来举行公演。那个时候他们在邀请这个日期，我想说只有松年的时间有聚会。原来这个剧不是针对松年而已，是针对幼稚班、大班以上的都可以。所以要请大家鼓吹，他把慕道友来看这个剧，而且那个剧是双语的因为他们有结合了加拿大的剧团来这边演。只是说因为那个时段是礼拜6早上的9点半入场，10点开演，所以请大家弟兄姐妹一起邀请嘛，好不好？一起来看这个剧邻居的小朋友家中的小朋友都把他带过来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参加。还有这个叫做成为祝福我们周报里面有写这个图卡有写到说我们的主日学有一个彩虹剧团要由基甸一起配合的，他们要演出一个戏，也是成为祝福。这个是在3月29，等于连2个礼拜6都有剧团，一个是亚东团契的，再过一个礼拜6也是早上的10点要在地下室演出。我们也请鼓励大家带小朋友来看由我们这些老师、这些小朋友一起要来参与这个成为祝，是由彩虹的这个剧团所演出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好，最后刚刚谢牧师跑过来，我以为有什么重大事情，原来是喜事啦，好事，就是我们的刚刚介绍的新郎新娘品成、佳音，他们体贴大家，昨天连续假没有办法去参加他的婚礼，所以他特别准备了喜糖，等一下大家来给他们分享喜糖，分享他们的喜悦，也祝福他们好，我们的报告到这边，我们交给时间给我们的诗会。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引导，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做默祷，我们预备来庆生。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3月的寿星，这个时候要请大家都起立好不好？寿星，我们要为你唱祝生日快乐歌。春暖花开的时候，寿星3月寿星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寿星要站起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好，今天呢，寿星代表是我们的张樱花，你知道樱花开了有没有？樱花开了，在这里，樱花开了就让他来代表来吹蜡烛。我们的樱花在富阳教会，来，请吹蜡烛。站起来，站过来，对，预备，开始了，拍手。我不知道樱花，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他因为在3月出生的，所以就把他取名叫樱花。啊，感谢主哈！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为这群寿星来做祝福祷告，再结束。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在这个春天到的讯息，我们看见树木、草木、花草都生长。我们也为这一群寿星献上满满的感恩跟祝福，求你赐给他们，无论在生活、在健康、在家庭、在事业，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都有神特别的保守。特别他们的生日的时刻，有至亲好友为他们庆生，让他们感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也求主赐福我们在这个连续假，弟兄姐妹，无论有外出没有外出，我们大家都领受一个美好的假期。也神的祝福跟恩典跟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再来一个礼拜，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神的特别的保守，一切出入都平安。在这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次给隔壁祝福说：祝你假日快乐，好，假日平安，神祝你恩典。好，慢走。